呢條視頻咧係由我收集翻嚟嘅九龍城寨嘅舊照片，加上 AI 所生成嘅。視頻裏邊嘅場景咧，90%以上咧係真實嘅。呢條咧就係1873年左右嘅龍津石橋，佢係由清政府所起嘅。石橋主要咧係用嚟迎接從由船上到嚟嘅貴賓同埋官員。龍津石橋咧就係攞嚟連接九龍城海上邊嘅一個碼頭，至到九龍城寨。由龍津石橋向前行，未入城之前咧，就有一個接官亭。呢啲咧就係當時嘅景象。當然啦，呢啲係 AI 產生嘅，真實情況如何不得而知。九龍城寨後邊呢個咧就係白鶴山。我哋可以咧由 AI 所產生嘅影像咧睇下當時嘅情況。從南門嘅上空咧，我睇入去咧，入邊咧似乎都係非常熱鬧。大街嘅正中咧有一座好似祭壇咁嘅東西，可能係祭祀用嘅。我哋再從高空掠過呢個九龍城寨，我哋就見到咧一啲小孩子咧喺度玩得似乎佢好開心，亦可以喺街上睇到一啲人來人往嘅景象。1941至45年期間，日本佔領香港，佢哋為咗想擴建機場，所以就將城寨外圍嘅石牆拆咗，用啲石嚟起個機場。時間一轉，我哋嚟到1970年初，當時城寨嘅樓宇咧，好似雨後春筍咁樣，起到密密麻麻，成為世界上最密集嘅地方。據稱當時城寨入邊有500座大廈，居住着有5萬人，而樓宇咧通常都係14層，因為飛機升降嘅問題。城寨其中一個特色咧，就係佢哋可以不時睇到飛機升降。主要原因就係因為佢哋靠近呢個香港啟德機場。而家應該係準備着陸，希望個天氣好。由於城寨裏邊地方淺窄，空地缺乏，所以咧天台就成為小朋友遊玩嘅地方、學習地方，亦都係成年人休息、曬下太陽啊，做下柔軟體操啊咁嘅地方。晚上企喺城寨樓宇嘅天台，向住呢個九龍城方向觀看嘅夜景呢，係非常之迷人。講起城寨，人人第一個諗起入邊嘅問題就係入邊嘅黃道毒，但係呢，我所搜集到嘅相片冇呢方面嘅資料，所以今次呢，唔講呢啲問題，只講民生。城寨入邊嘅道路主要有龍城路、光明街、老人街、大井街、西城路、社工街、長安里、長興里等，再由呢啲大街分拆出好多細嘅巷，例如龍城1巷、龍城2巷等等。呢啲街道同埋巷咧，全部都係9曲13彎，路又窄又陰暗，唔係本地居民根本就行唔到。城寨入邊咧有各式各樣嘅商店同埋工廠，而呢一間咧就係一間麵店，呢一間咧係一間燒臘店。燒製呢啲燒豬同埋燒鵝。呢一間咧係一間魚嘅店鋪，可能係提供
材料俾一啲魚蛋店用嘅。呢間店鋪咧，由佢嘅設施同埋需要大量麵粉供應咧，估計佢係一間麵包店。間店鋪咧，由佢台面上嘅設施，譬如電話咁樣，鋪滿晒白色粉末，估計佢係一間麵粉製造商。呢間咧係一間製造塑膠水泵嘅工廠。呢間應該係一般嘅士多。媽媽，我的腿好疼，怎麼了？給媽媽看看。我摔了一跤。別怕，媽媽在這裡。仔仔，返嚟領啦！好啦，媽咪，快啲啦，聽日仲要早起。知啦。上床吧。好吧。乖，蓋好被子。晚安。晚安，好夢。今日好忙啊，師傅。係啊，成日都咁忙，你想點剪？同上次一樣啦，唔該。呢間係一間理髮店。 Yes, please. The weather's been rough on it. I understand. Almost done here. 呢一間應該係一間雜貨鋪。城寨入邊最多嘅咧就係牙醫，佢哋提供一啲廉價嘅牙醫服務俾居民。好多城外嘅居民都入去幫襯。好，保持唔好喐。呢度已經係城寨外圍，街道五光十色，好似走入另外一個世界。